接落嚟馬來西亞嘅朋友會緊張啲，因為你開咗 cam，大家望哦，住你更加唔緊張。需要㗎，係，啊你冇熄機啊係 OK。？OK，第一位我哋有 Rain 話唱歌咧係佢生活嘅一部分，希望今日可以用歌聲傳遞快樂俾大家。愛到害怕相對，對夢到焦慮，問誰受夠誰？留下去，承諾裏拼命伴隨，好感已逝去，卻糾纏太累。愛到被愛失據，在互相的伴侶，已長期散去，共處一室困守到沒趣，情願異地寄居，為何背對着同睡？好，首先非常感謝你的這個心意，就是重新的幫這首歌編曲，然後來參加這次比賽，所以是非常的有誠意的。然後，但是很遺憾，就是最後你可能就忘詞，是吧？就是唱錯歌詞，然後就影響到後面的發揮，那個就是小小的一個遺憾。但是我相信，就是一個經驗吧，就是可能以後沒辦法，因為我們參加比賽就沒有什麼提詞機啊，或者什麼要背得很熟，把歌詞，所以其實今天你也可以看着歌詞唱啊，所以就出現他顧着看你的臉呐、啊，你看是不是真的是我應該把我的這個 video 關掉，影響到。沒關係。對，所以就希望你之後如果沒有這個失誤的話，其實我覺得是真的是挺不錯的，真的。那 Rain，你還有什麼問題想要問一下胡老師的嗎？就我的聲音還有什麼可以發展的空哦，間？我覺得哦，還有一個就是剛剛之前有一個參賽者也是差不多，就是你可以再把自己的聲音放出去。就是現在我覺得你唱歌有點在裡面的感覺，就沒有很向前唱的這種。你應該要想象面前遠方，可能你是在一座山，然後你要唱給另外一座山對面的一座山的一個的人聽，這樣的話你的聲音就可以傳遞到更遠的地方，就會更亮一點，更好聽。老師可以示範一下嗎？怎麼樣衝出去把聲音？我現在很困難呢，就是反正你，因為我覺得可能大家就是這種線上的比賽，可能因為手機或者屏幕就在你這麼近的距離，然後就會限制到你唱歌的力量的控制。對，所以是我寧願你把，就是可能手機拉遠一點，或者你不要對着唱，不然你就會有一種壓力，就很害怕哦，太大聲會不會就爆麥或者是什麼的。但反而這樣會讓你聲音沒有那麼的突出。對，好多謝 Hubert，謝謝 好，Rain。佩儀係嘛？佩儀話中意咗 Hubert 10年啦，人生有幾多個10年？愛到害怕相對，對望到焦慮，問誰受夠誰？留下去，承諾裏拼命伴隨，好感已逝去，卻糾纏太累。愛到被愛失據，最互信的伴侶，已長期散去，
共處一室困獸鬥無趣，情願異地寄居，為何背對着同誰？心一早遠飛，心一早當上夜半客機，心一早半死，心一早想趕離場放棄，殘存美好憶記，放於行李，未告別你，讓愛轉娛樂腳地。心多想遠飛，心多想擺脫現況妒忌，心多想報喜，心多想一切無憾收尾。從前願想的你，過於完美，儘管我明辨是非，不捨放下你。好聽，好聽，好聽。好，非常之唔錯啊！我覺得首先，我想問下，本身廣東話係咪你嘅母語啊？都算係嘅，喺屋企都係講廣東話嘅。OK，係啦。首先我會覺得，嗱，如果你本身係識講廣東話咧，咁我就可以執你嘅口字啊，係啊，因為咧嗱，我覺得咧，你啱啱嘅演出咧。其實咧，我成日之前都有講啦，其實廣東歌其中一個難唱嘅地方咧，就係因為佢每一個字都會斷噶嘛。我哋好多中文sorry，好多廣東話嘅字尾都係斷啦，譬如一啊呢啲係嘛？係啦，一啊咩咩的啊呢啲啦，好多大家明啦係嘛？咁所以好容易就令到咧嗰句咧唔夠連嘅。但係咧頭先咧，我聽到咧你將好多時候你將一句咧都唱得好連，呢樣嘢咧係會好聽嘅。但係咧另一個問題就係你嘅連係因為好多尾音你都冇咬出嚟，譬如話心一早遠，你係心一早遠飛，就會咁樣咯。係的確係會連咗，但係咧就會當然啦。如果你同我講話你廣東話你係本身唔識講嘅，咁我就唔會同你即 comment on 呢個 point 啦。但係如果你話你識講咧，咁呢樣嘢如果你再改善埋咧，就會更加好。即係如果你可以咬到啲字清晰、準確、標準嘅同時，都可以做到字與字之間係好連貫咧，咁就最完美啦。但係我覺得你今日嘅演出係非常之好，特別係你唱到高音嗰啲美好嘅記過於完美，我係覺得好好聽，係，所以非常之唔錯。耶！多謝，譬如來自馬來西亞最多靚女嘅怡保嘅 J天係 J天今年21歲，佢話7年前咧開始粉上 Hubert，暫時未7年之癢，暫時嘅咋佢話。OK，明年我哋就睇唔到佢係歌迷會裏邊嘅。可能今年係最後一年。今日 J天係話當年咧爭啲可以同你合唱㗎，但係錯過咗機會啊。哦，係咩機緣啊？分享下。嗰時候咧就係唔知參加咗邊一屆嘅網上嘅歌唱比賽啦，跟住就有一個機會可以同 Hubert 喺生日會嗰度合唱嘅，但係咧就唔知點解嘅機票問題定係唔知咩問題咧，所以就冇去到啦。係啊，緊要之後一定有再有機會，只要你冇7年之癢，之後肯定有機會。過咗今年就有機會㗎啦。係 J天準備好未？係準備好啦。好，交俾你。好。愛到害怕相對，對望到焦慮，吻誰手交誰，留或去承諾裏拼命伴隨，好感已逝去卻糾纏太累。
愛到被愛失據，最互信的伴侶已長期心虛，共處一室困獸鬥沒趣，情願異地寄居，為何背對着沉睡？心一早遠飛，心一早登上夜半客機，心一早半死，心一早想過離場放棄，殘存美好憶記，放於行李，未告別你，讓愛轉移落腳地。心多想遠飛，心多想擺脫現況有機，心多想報喜，心多想一切無憾收尾。從前戀心的你，過於完美，儘管我明辨是非，不捨放下你。Thank you，耶，thank you J Thiên。J Thiên而家係咪都喺澳洲啊？係啊，而家已經12點幾。12點幾，辛苦晒，辛苦晒。你咧就有請小布。小布話小學之後咧就冇參加過歌唱比賽，所以希望做得唔好嘅地方，大家可以多多包涵。唔緊要嘅，凡事都有第一次噶嘛。好，我識佢，你繼續唔識理我嘅。係，首先咧，我覺得小布咧，呢首歌咧個 key 咧真係對你嚟講太低啦，所以令到你咧成首歌基本上大部分時間咧你都係唔係按佢一個啱嘅 tune 啊，即係個 pitch 你係錯咗啊，係首歌太低音啦，但你唱到 chorus 嘅後邊咧又啱翻嘅，因為可能 chorus 高翻音啲啊嘛，但係前面太低音啦，所以令到你前邊基本上。係啊，個 pitch 唔準啊，即係啊，即係全部都 sharp 咗咯，咁就有啲遺憾咯。即係如果都係同一個問題咧，就係下次如果再有機會嘅時候就升翻 key 又好，或者可能揀一首係咯啱你嘅 key 嘅歌。嘅 Chris 係中國嘅朋友，不過而家住喺大馬，係咪啊 Okay, Chris？ Hello，唔好緊張啊，好驚到跌嘢添。係你想好有少少 out flow 啊咩？睇唔東莞清小紅啊， out flow 啦，唔緊要，我見到。係因為我依家喺大馬，所以咧就參加咗大馬賽區呢一邊。你而家係 OK，住喺度做嘢啊，定係讀書啊讀書。 ？OK，好，準備好未 ，Chris？ OK，好，嚟咯。愛到害怕相對，對望到焦慮，問誰受夠誰，留或去，承諾裏拼命伴隨，好感已逝去，卻糾纏太累，愛到被愛失據，最互信的伴侶已長期心虛，共處一室困獸鬥沒趣，情願異地寄居，為何背對着同睡？心一早遠飛，一到夜半客機，心一早半死，心一早想過離場放棄，殘存美好憶記，放於行李，未告別你，讓愛轉移落腳地，
心多想遠飛，心多想擺脫現況有機，心多想報喜，心多想一切無痕收尾。從前戀心的你，過於完美，儘管我明辨是非，不捨放下你。Thank you, Chris。啱啱係咪緊張啊？係啊，緊張咗，然之後唱甩咗少少。係甩咗少少。係啦，係嗰個位咯。其實如果唔係嗰度，其實基本上今日嘅表現都係非常之穩定啦。然後你都係揀咗一個啱嘅 key 啦。咁但係咧，唯一嘅美中不足就係去到 chorus 嘅時候，可能太緊張啦，所以就甩咗啦。咁唔緊要嘅，係啦，我覺得因為今次第一次咁緊張係難免嘅。咁啊，期待你之後係啦。如果有比賽，你可以繼續參加。好，thank you。Thank you，辛苦晒。阿 Yan 今年17歲，點解你哋全部咁細嘅？17歲，佢話平時咧最大嘅興趣係唱歌同埋聽歌，尤其是係聽 Hubert 嘅歌啦。佢嘅聲音陪佢走過許多日子。咁今次參加比賽咧，係想突破自己，同埋藉此機會學習成長嘅。愛好害怕相對，對夢到小淚，問誰受夠誰？留話去承諾裏拼命伴隨，好感已逝去，卻糾纏太累。愛到被愛殺據，最互信的伴侶，而長期散開，共處一室困獸等入睡，情願異地寄居，為何會對著同睡？心一早遠飛，心一早得像夜半客機，心一早悶死，心一早想過未曾放棄，曾存美好的記，放於行李，未告別你，讓愛轉移莫腳地，心多想遠飛，心多想擺脫現況有機，心多想報喜，心多想一切無限收尾，從情戀心的你，過於完美，儘管我未是非，不捨放下你。改晒。多謝多謝阿 Yan。係，但係咧，我覺得佢今日係佢今日係聰明嘅，因為佢選擇咗企後咗啦，係令到咧佢喺唱嘅時候咧更加放嘅把聲。雖然係好似聽落會細咗，但係我聽得出你把聲好響啊。所以你頭先咧專登企遠咗咧，呢一個 approach 咧係好正確嘅，係啦，即係起碼我聽到，雖然你話個音量係細咗少少，但係令到你唱嘅時候你 project 得遠咗咯，咁係會幫助到你今日嘅發揮嘅。咁然後所有音準啊、音色啊都非常之穩定啦。咁係咯，我覺得你把聲好 bright 啊，好響亮，所以我覺得你可以繼續如果你想繼續唱多啲歌，你可以揀一啲即係會要求，即係會即係點講啊？需要一啲好 belting 嘅啲歌咧，可能都好啱你唱。唔該晒。好，thank you。係，多謝阿 Yan，多謝 Hubert。我哋已經比完啦，我哋係咪可以又見翻你塊面啊？係啊，係，翻嚟啦。係啊，冇錯。係，咁我哋使唔使俾啲時間你諗下度下哦，我已經嗰邊啊？放心，我一路有 mark 低嘅。咁使唔使俾啲時間你計下分數定係點樣啊？定係我哋我已經計好可以
直接公佈噶咯喎，咁樣。係，首先咧要再一次多謝每一位參賽者啦，多謝你支持今次歌唱比賽啦，多謝負責搞呢次比賽嘅海外歌迷會啦，多謝 admin 啦，多謝今日嘅 MC 阿 Kit 啦，辛苦你啦。咁啊，然後係咯，我覺得其實呢個比賽，大家唔好覺得係個比賽，當係一個遊戲，一個體驗，一個經驗，係啦，真係唔好將個勝負睇得咁重，係，因為我覺得輸贏唔係個重點。係啦，咁啊，繼續去享受唱歌，繼續去支持我嘅歌，咁就足夠啦。咁係咪呢個時候要公佈啦？係啊，如果你準備好嘅話，我哋就馬上公佈第一個賽區先啦，好唔好啊？好啊，好啊，馬好。來西亞以外賽區，好，等我睇翻啲人名先啊。我哋有9位朋友嘅，啱啱係。咁我而家咧，首先公公佈第三3名先啦，季軍。第3名嘅朋友咧，係就係6號嘅阿希啊。阿希，阿希喺邊度啊？講翻2句啊！阿希你又攞獎啦喎，上次冠軍，今次季軍。阿希喺邊啊？恭喜晒阿希！ Hello，恭喜晒阿希！有冇 expect 到今日自己會攞到3甲啊？冇啊，我開唔開心啊冇諗過我係3甲嚟噶，我覺得我已經好隨便咯喎。好啦，多謝你啊！好咁我恭喜哋第2名亞軍第2名係5號參賽者 Sandy，應該打緊麻雀係嘛仲？ Sammy，佢哋係咪可以停手俾你講下嘢先 Hello， ？Hello，恭喜晒 Sammy，分享下你嘅心情啊！好開心啦，已經係參加咗唔知第幾次嘅一個比賽啦，係啦，咁所以我都唔太緊張嘅，係啦。之前有冇攞過排名啊？之前參加有嘅，係恭喜晒你啊，Sandy！多謝，唔該晒。好啦，冠軍冠軍嘅係8號嘅 L 啊。 8號嘅 L， 香港嘅 L， 你喺邊啊？恭喜晒！最怕醜嘅 L， 唔識講嘢，唔識講犀利啊！多謝爸爸媽媽啦，多謝全世界。多謝 Hubert，好，繼續加油！恭喜晒3位。咁之後歌迷會都會同你哋聯繫嘅。咁接落嚟我哋就要公佈馬來西亞賽區嘅。咁我哋今次馬來西亞賽區就有6位嘅朋友。好，首先公佈季軍嘅係啱啱最尾演出嘅，仲考緊試嘅小妹妹。Yan 係嘛係啊，冇錯，Yan。 Yan，恭喜你！ Hello，係 Hello 恭喜晒！謝謝。現在可以睡好吃好，繼續準備考試了，對不對？恭喜！ Hubert，是你可以祝我今年考 SBM，然後你可以祝我 SBM 順利嗎？好啊，我祝你所有的考試，不管是這一次的考試，以後人生其他的考試，都可以考得好成績，然後一切都順利，身體健康。謝謝。加油！恭喜恭喜 Yan！恭喜！好啦，亞軍亞軍嘅係3號嘅 J Team。 J Team， 而家喺澳洲嘅 J Team， 恭喜晒！瞓咗啦係嘛？ Thank you，可以瞓啦，辛苦你。辛苦晒，恭喜晒！有咩想講啊 J Team？ 多謝晒 Hubert 啦，多謝晒大家啦。之前都好似係攞第2名嘅，希望以後你要撐過第8年先噶嘛，係嘛？希望我撐到，希望 Hubert 出多啲歌啦，咁就可以有更加多嘅online 比賽啊，咁樣就我會繼續努力嘅。係啦。Thank you，加油！多謝 J Team，加油！ Thank you。好啦，大馬區嘅冠軍係冠軍係2號。2號佩依，係啊，佩依。佩依在哪裡？恭喜晒！ Hello，來發表得獎感言。呃，不要緊張。 thank 我冇料你啊，慢慢講啊。 you，thank you。我首先要多謝我爸爸媽媽生到咁靚嘅聲俾我啊。
我都中意咗你10年啦，哦，多謝。我希望我喺以後嘅日子都會默默咁樣支持你啦。可能有好多活動係唔可以親自到現場嚟睇啊，但係如果你有咩周邊啊咩，我都係會支持你。多謝。如果你到馬來西亞嚟開 show，我都會到場支持你啦。好啊。Hubert，要唔要即係同大家 shout out 下啦？因為好快下個月有上雲頂開 show 啦噃。哦，都會講啊，頭先準備講啊，冇錯就係咧，我6月28號嘅又會再一次嚟到馬來西亞嘅雲頂啦。咁今次就會聯同坤哥同埋阿 Moon，我哋3個咧就會有一個 show 嘅。咁啊，希望大家如果到時有時間嘅話，都可以多多支持㗎。咁其實因為而家咧歌迷會都有開放，大家一齊團購嘅。團購嘅話，而家第2輪嘅截止日期係5月21號，未買飛嘅朋友，大家快啲去留意詳情啦。咁透過歌迷會買飛嘅朋友咧，仲可以額外獲得 Hubert 嘅親筆簽名相啊，所以大家快啲去買飛。係。咁 Hubert 上個星期咧喺雲頂個 show 完咗之後，有冇讀啲 fans 朋友嘅 comment 啊？大家好中意你個西裝 look 啊！問你可唔可以冚喺身上啊？件衫。而家唔係嘅，但係咧我冇估到，因為咧我當初着嘅時候咧，我好驚會太過老正啊！即係佢係一個真係都係一個好 proper 嘅西裝咁樣，好少咁樣嘅。咁但係我又覺得自己着上身又好似幾型仔係嘛？唔係即係咩翩翩公子咁樣咯，即係扮下公子咁。咁又冇諗過，出到嚟大家又好似幾中意我咁樣，咁所以可能以後都可以着多啲咁樣嘅比較正經啲嘅一啲西裝俾大家睇下咁啊。咁一開始呢套造型係造型師 suggest 俾你啊，定係你自己有咁嘅諗法，着翻西裝？我自己嘅咋，係係配合翻個主題正式啲係嘛？係同埋因為始終嗰次嘅 show 都有好多唔同嘅歌手朋友啦，咁我就係咯，想同埋自己都唔可能而家即係都唔係嘅，即係睇場合啦。即係有時我都會着得比較可能 sharp 啲又好，或者多啲唔同顏色嘅配搭。咁但係可能嗰一次嘅演出，自己就可能想感覺成熟啲，感覺想係咯，感覺 gentleman 啲，咁所以就揀咗嗰套 outfit 咁樣。咁我哋下個月雲頂可唔可以再見到你着翻西裝啊？呢個嗱，今次咧雲頂我就會揾 stylist，咁所以到時 stylist 係會揾啲咩衫俾你。同埋今次因為我同埋阿 Moon 同埋坤哥我哋3個咧，咁我哋可能都要互相夾下，可能喺造型上面大家都會互相配合下咯。咁所以都睇下到時係點樣咯。但我相信都會好睇嘅。咁可唔可以少少透露下，即係下個月個6月28號個 show 咧，會唔會有啲咩驚喜俾大家？譬如話跳下舞啊，定係造型露少少咁咧？我覺得呢個 combination 都好驚喜啦，即係未試過咁樣啦。咁然後我哋都會合唱一啲大家未聽過嘅歌啦。咁係咯，所以如果想知道更加多驚喜，到時只要入場係啦，入場支持就會知嘅。好啦，咁我哋其實今晚嘅決賽咧已經接近尾聲噶啦。OK。咁係啦，最後 Hubert 有冇啲咩想再同大家講下咁咧？冇啊，都係再一次多謝大家參加今次嘅比賽啦，同我一齊參與今次呢個直播啦。咁啊，可能有啲朋友要捱眼瞓啦，辛苦你哋啦。咁啊，係啦，祝福你哋每一個人，不論考緊試又好，工作又好，都可以順順利利。有夢想嘅人繼續去追，繼續支持我。咁啊，期待可以快啲再見到大家。OK，好，咁亦都多謝 Hubert 今日抽時間同我哋相聚啦，多謝大家，多謝大家踴躍參與，係，再見。我哋希望 Hubert 有盡快有新作品，我哋再舉辦網上歌唱比賽。好，thank you，係，再見。早啲休息啦，大家，thank you。早啲瞓，好，拜拜。